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7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77天。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所占面积正在扩大。另外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空军对托列茨克俄军第6摩步师的指挥部进行了空袭，造成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10几名高级军官全部成为耗材，指挥系统完全瘫痪。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关键物流枢纽，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俄罗斯出动了重兵攻击了那里，已经超过1年。谢尔斯基表示我们已经能够稳定波克罗夫斯克区域的局势，并在一些地方夺回了战术主动权。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勒德以及克里米亚多处遭到乌军制导炸弹的轰炸。有媒体报道克里米亚大桥交通已经暂停，就是5月8号感觉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已经进入倒计时尽管这个俄军调集了大量的雷达、防空系统和电子战装备但事实证明依然无法抵御乌克兰军队的远程袭击。乌军成功的找到了莫斯科防空圈的漏洞。根据电报频道报道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红场阅兵的关键地区当然这个是在5月8号之前莫斯科附近的叫库宾卡机场，这里是俄罗斯近卫第237航空表演中心的驻地。该中心下辖装备苏 35S 和苏 30SM 的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和装备米格29的雨燕飞行表演队，利用加强莫斯科防空而造成更多的漏洞。乌军宣称袭击了多个重要俄罗斯军事目标，包括萨兰斯克的一家光纤系统工厂，位于图拉专门生产先进武器系统的俄罗斯旗舰国防企业叫仪器设计局股份公司，同样位于图拉的 SPLAV 公司也遭到了袭击。该公司专门生产俄军各类火箭炮以及配套弹药。莫斯科市长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当地时间5月7日成功击落14架试图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乌克兰连续第3天袭击俄罗斯首都。由于连续3天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进攻据说造成了莫斯科巨大的混乱，出现了大规模的断网，超过500架航班延误。根据俄罗斯电报频道的披露因为无人机袭击的原因，莫斯科的互联网接入出现了问题，基本上处于断网状态。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无人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当地实施这个电子干扰，恐怕也导致这个网络接入出现问题。这个导致什么呢？说导致莫斯科市中心咖啡馆和饭店都无法进行网上订餐和电子支付，只能接受现金支付，网络打车也受限制。另外在俄罗斯图拉库尔斯克地区也出现了移动网络无法使用情况，甚至连移动支付终端和验钞机都无法使用，还有 ATM 无法取款。这个都是因为实施强大的功力强大的这个电子干扰结果乌克兰的无人机干扰没有受影响，倒是自己的这个路被干扰了同时因为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各大机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航班延误，超过500架航班受到影响，无法起飞，因此大量的乘客滞留在了莫斯科的机场过夜，他们有的睡在椅子上，有的睡在花坛。你看看还没打莫斯科就乱成这样。普京宣布停火的首个夜晚未见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这是来自 BBC 的报道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应该是履行了停火协议，但是双方又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根据这个 BBC 报道说，在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宣布为期3天的停火后首个夜晚，乌克兰上空未发现任何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的活动。然而乌克兰方面报道称苏梅州遭到了炸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指出，俄方于凌晨2点45分基辅和莫斯科时间向苏梅州发射了滑翔炸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乌方也未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前几晚乌克兰曾向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射数十甚至上百架无人机，但截至本周四凌晨仅有零星未经证实的无人机活动报告。5月8日乌克兰已默许加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为期3天的停火。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在电报频道上
透露这一消息。这位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写道说乌克兰官方保持沉默，但也加入了停火。乌克兰军队也收到了类似的指示。从目前看乌克兰至少还没有打算呢，在这个停火期间轰炸莫斯科这是双方战场情况。我们再看一看外交国际援助首先是这个德国的新总理默茨他就任的第2天就开始了首次出国访问。第一次访问呢，去的就是魏玛三角之一的波兰，并且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理图斯克。莫尔茨坦言他此次访问是为了振兴欧洲，并承诺德国将领导欧洲支持乌克兰。他还罕见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再干涉德国内政。在此次出访的总理专机上，莫尔茨接受世界报电视频道采访时，莫尔茨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再干涉德国内政。这么看的话从这个波兰和法国的这个表态看，欧洲终于出了一个主心骨欧洲有了新的话事人这个德国的新外长瓦德普尔他也出来表态他说欧洲将尽一切努力保卫和支持乌克兰。德国外长说莫斯科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必须与我们打交道。这个新外长比那个德国的那个以前的女外长贝尔伯克显得还要这个强硬，立场更加坚定话音未落这个德国援助乌克兰的新的物资就到了乌克兰这个长长的名单什么66辆反地雷伏击保护车，4辆什么保护车3门榴弹炮，还有防空导弹、豹2主战坦克的弹药，4万发高射炮弹药，27000枚1.5毫米炮弹，非常多就源源不断的军火运往乌克兰。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自英国脱欧以来首次出席欧盟的外长会议。那这个欧盟的外长会议讨论什么呢？讨论就是支持乌克兰防务合作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安全挑战。欧盟出来之后脱欧之后，欧盟这个外长会议英国是不参加的。现在为了统一起来，一起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一起支持乌克兰，这个英国又加入了欧盟的这个外长会议。加拿大开始没收俄罗斯的安124鲁斯兰运输机，将其移交乌克兰。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步不要小看它仅仅是一架旧的运输机实际上这个就是欧洲还有这个加拿大，就是这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这加拿大是迈出了第一步，先把冻结的这个运输机先给乌克兰送过去。当然有的国家冻结的是俄罗斯的这个资金，加拿大先把这实物资产先给乌克兰送过去。目前加拿大总检察长已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该飞机正式没收并转交给乌克兰。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是首个通过立法规定可以将受制裁的俄罗斯资产用于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也就是把冻结俄罗斯的资产直接捐给或者划拨给乌克兰。这个是加拿大第一步，有人迈出第一步你不用担心，后面就会有人不断的突破，最终把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要全部划拨给乌克兰，用于乌克兰重建或者用于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个欧盟冻结的这个资产好像有3000亿美金。这个乌克兰的总理施梅加尔表示，已从欧盟收到1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这10亿欧元实际上就是由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它的收益用冻结的资产进行担保，用它的收益支付关键的预算支出。当地时间5月8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以338票赞成的结果支持批准乌美矿产协议。5月8日稍早前，乌克兰第一副总理、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表示如果该协议在议会顺利通过，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将在数周内开始运作。4月30日，美国和乌克兰双方共同签署了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成立协议，此前各界所称的美乌矿产协议。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乌克兰第一副总理、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代表乌克兰政府与美国签署这项协议。该基金采取
乌美各占一半的股权结构，由乌克兰和美国共同管理。他还强调，协议明确规定乌克兰拥有对乌境内矿产资源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个338票赞成啊，是高票通过啊，没有反对票，这个让这个黄俄啊很失望。很多黄俄就认为啊，乌克兰跟美国签的这矿产协议啊，是叫擅权辱国。有说法啊，说希特勒都没能得到的这个稀土资源，被这个美国啊轻易就拿走了。就这些黄俄啊，他这脑回路非常的奇葩，非常的奇特。他不关心海参崴，他也不关心那个400-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啊被俄爹抢走了，他也不关心什么图们江的出海口，俄爹不仅啊不解决，反而在上面啊跟那个司令官呢又加了一道锁，修了一个公路大桥。你这回啊只能是望洋兴叹。面对这些东西，这些黄俄认为理所当然，一言不发。但是乌克兰人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跟美国签了一个矿产协议，以此啊乌克兰和美国就绑到了一起啊，是一种啊经济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乌克兰对这些矿产资源有控制权和决定权，美国人只是在未来就10年以后啊开始有收益，这个收益啊是对半分，美国提供技术，美国还得找这个开发的资金，在这之前美国还要再援助乌克兰武器，当然这个援助也可能是收费的啊，这个费用很有可能就算到这个基金里面。而且啊美国人也不再提这个以前的援助，这个特朗普一会儿说是3500亿，一会儿说是5000亿，后来双方啊认可的是1000亿美元，那这个就不提了，只是后面的啊武器要交钱了，这个钱恐怕都要算到这个基金里面。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个是对乌克兰非常有利的。有些国家啊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给的条件比这个还要优厚，这些黄俄看不到，怎么不去说这个是擅权辱国呢？如果说美方啊提供技术，提供资金，然后开采这个稀土矿获利啊，然后他拿走一半，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还要考虑到，因为签了这个矿产协议，那美国就有义务，有这种意愿要保护乌克兰。所以说啊，这些黄俄啊，这个脑回路啊非常奇葩，自己啊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人占了，他屁都不犯啊！谁要提这个事，那就格杀无论，对吧？是别有用心，是要破坏两国关系，颠倒黑白，把乌克兰和美国这个商业合作说为擅权辱国。讽刺的是什么呢？是乌克兰人居然没有一票反对。如果真的是擅权辱国协议，乌克兰那么多议员没有一个投反对票的。美国副总统啊，就是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啊，5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慕尼黑领导人会议上谈到了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他表示啊，美国认为俄罗斯要求太多，他同时也再次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启动直接谈判的重要性。当然，俄罗斯人提出的第一份和平提议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反应是你们要求太多了，但谈判就是这样展开的。万斯说啊，我不会说俄罗斯人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补充说啊，现在俄罗斯提出一系列要求，并寻求获得一系列让步，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认为他们要求太多了。显然，乌克兰是被直接卷入冲突的一方。我们必须问乌克兰人需要得到什么才能成功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将继续进行这样的对话。这个也是美国人呐，命中啊该有这么一劫啊，选了这么个玩意当副总统，历史简直就是个白痴啊！对俄罗斯人一无所知。这俄罗斯人呢叫得寸进尺，俄罗斯人签的协议是用来撕毁的。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说过，与俄罗斯人谈判呢，就像鳄鱼叼着你的一条腿在跟你谈判，是整个吃下去呢，还是先啃下你的一条腿？这欧洲有个谚语说，与俄罗斯人握手，你要看一看你的手指还在不在，应该这个意思啊。所以万斯居然天真的啊，他居然得出说俄罗斯人要求太多，这只能说明万斯对俄罗斯人是一点都不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高级助手周四表示啊，乌克兰已与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高级官员讨论了向俄罗斯施压，以同意30天停火的方法，这是试图结束战争的一系列外交行动的一部分。泽连斯基的幕僚长伊尔马克没有透露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凯洛格、法国高级外交顾问伯恩、英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德国领导人高级顾问在线会谈时是何时进行的，也就是这几个人啊在一起讨论啊如何给俄罗斯施压，实现30天的停火。伊尔马克说啊，乌克兰政府只接受在停火后与俄罗斯谈判，同时表示拒绝正式承认任何领土的让步，也就是领土换和平啊，不可能的。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正准备5月9号要举行盛
大的胜利日庆典计划，所以为此啊，邀请了很多国家的元首啊去莫斯科吃席。说起来，到这个莫斯科参加宴会啊，去吃席的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其中啊，最难的就是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这个武西奇啊，到莫斯科参加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就像这个《西游记》中啊，唐僧啊师徒历经991难，终成正果，取得真经。这个武西奇也一样啊，历经不说81难，就种种困难，最终抵达莫斯科。这个武西奇可以说是啊，跟各个方面斗智斗勇，也是啊操碎了心啊。首先，武西奇是在美国前不久啊，突然说他身体不舒服，血压高了啊，心脏不舒服等等，然后甚至啊没能跟特朗普见面啊，就回国了。当时我做节目啊，我说这个武西奇生病啊，正是时候。武西奇可真会生病啊，挑日子。这个病让武西奇啊叫可进可退。什么叫可进可退呢？他看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斗法，谁厉害，他在做决定。如果是欧盟占了上风，那他这个病就好不了了，好不了他就参加不了5月9号的这个什么阅兵式，吃不了席。如果是俄罗斯赢了，俄罗斯给塞尔维亚给武西奇更多的承诺啊，给他更多的这个支持，武西奇一看，那病就好了，有利于病情啊提前恢复，他也就要去这个莫斯科去吃席。你看，所以他这病好坏，他是根据这个外交形势来决定。最终啊，是俄罗斯占了上风，因为啊，咱们说过了，不要看塞尔维亚小，这个欧洲只有2国家参加，一个是塞尔维亚，一个是斯洛伐克、菲科。如果这2国家都不来，那相当于一直啊以欧洲国家自称的俄罗斯，居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来参加。80年前，对吧？这个苏联军队啊，在欧洲是浴血奋战，结果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来祝贺的，来吃席，这个不是打脸，好歹得来2个。所以说啊，这个普京不惜血本啊，不知道给武西奇什么承诺。武西奇病好了，但是病好了之后，武西奇到莫斯科参加这个吃席啊，不是一帆风顺啊。首先，他的专机啊遭到了这个波罗的海3国，就爱沙尼亚以种种原因啊，就是说不宜从他们领空过，不让他从爱沙尼亚领空过，搞得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没有办法啊。他是先飞到了这叫什么阿塞拜疆，不是先飞到那个巴库啊？他自己的说法是说要去加油，实际上不是的啊，在巴库等了很长时间，巴库再飞到莫斯科，而且这一路上啊，等着莫斯科那边放行，他要见缝插针的飞过去，因为这一路上都有无人机啊、强大的电磁干扰等等。大家还记得吧？以前这个阿塞拜疆有一架这个民航客机啊，飞到这个车臣格罗兹尼的，就出了事故嘛，机毁人亡。所以你说这个武西奇他能不心惊肉跳吗？对吧？这比唐僧被妖怪抓去了还要紧张啊！保不齐飞行的路上，对吧？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来，然后俄罗斯人对吧，又要这个强大的这个电磁干扰，最后俄罗斯的导弹那可是六亲不认的，对吧？那一切活物都要炸死啊！所以说啊，这个武西奇啊是非常不容易，为了去吃席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斯洛伐克总理啊，菲科，这个菲科也一样啊，不过他呀5月9号才去莫斯科，那个正席是赶不上了，去随便对付吃2口啊，表示人到了啊，礼也到了，心意到了。这个菲科啊参加给普京站台更有意义，因为他是唯一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5月9号这一天呢，欧盟委员会代表和数十个国家的外长将前往利沃夫，与乌克兰政府一道签署设立特别法庭的文件。该文件啊，旨在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进行司法审判。你看这个5月9号这一天，欧洲国家搞什么？准备成立一个法庭，要对这个战争犯啊普京进行审判。这个普京为什么坚持啊，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要搞这个阅兵活动的，而且坚持要邀请国外的这个很多领导人去吃席。按道理啊，俄罗斯现在这么困难，在外交上面也是比较尴尬。为什么要坚持举办这种劳民伤财的阅兵式呢？主要2个目的啊，一个是要向这个俄罗斯国内展示啊，俄军依然很强大，对内宣传维稳需要。第二个呢，让俄罗斯国内的人看一看，战打了3年多，现在快奔第4年了，俄罗斯的朋友啊依然很多啊，不是美西方所宣传的那样，俄罗斯被孤立了，没有，俄罗斯的朋友你看这么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多给面子。所以这个普京啊，现在做的无非就是稳定战局、稳定人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阅兵啊就显得更加重要啊。最近啊，这个思想上闹情绪的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二哥啊，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啊，又有了新动向。就最近他不是提议啊，是吧，让普京解除他的职务吗？我说他是以退为进了。卡德罗夫啊，受这个普京的这个召见啊，到了莫斯科也要出席这个阅兵式啊，那当然少不了啊，普京要接见
这个卡德罗夫，满足卡德罗夫一些需求，安抚卡德罗夫啊，免得卡德罗夫啊这个时候万一啊逼急了，狗急跳墙，搞点什么事情出来。一来是这个普京啊脸面不好看，二来普京恐怕也很难收拾啊。普京现在手上没人呐，所以说还是稳住卡德罗夫为上策。不知道答应了卡德罗夫什么要求啊？所以卡德罗夫现在很开心啊，居然又发表文章啊！你看啊，人一高兴，动不动就在网上、报纸上发表文章，绍伊古也发表文章，卡德罗夫学会了。你看绍伊古都会发表文章，我也发表一个。所以卡德罗夫啊，他发文祝贺普京就职25周年，那当然是马屁文了，吹的都是彩虹屁啊，这个肉麻的吹捧啊，那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说了一大堆，他后面说啊，他说他的政策对车臣共和国尤为重要，指的就是普京啊，在联邦中央的坚定支持和总统的亲自参与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稳定复苏和发展成为可能。在他的领导下，战后地区成了如何通过适当的治理和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实现和平繁荣的典范。我们在每一所学校、每一座修复的建筑，在充满信心展望未来的年轻人一代中，看到了这项工作的成果。你看看这马屁拍的，就职纪念日不仅是日历上一个日期，也提醒人们，正是犹如像弗拉基米洛维奇这样的领导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才得以建立。我们真诚的相信，只有这样一位强大而英明的领导人领导国家，新的胜利、新的高峰就在我们面前。也挺难为这个卡德罗夫的啊，卡德罗夫不管是秘书写的还是谁写的，总之搞这么个文章出来也不容易啊。结局就是什么呢？普京啊没有让卡德罗夫辞职，甚至啊恐怕还要给卡德罗夫啊升官加爵啊，继续稳住他。所以最后啊，这个卡德罗夫说到啊，我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仿佛是卡德罗夫啊拿到了一代诏啊，那也可能是普京啊写了个手谕啊，交给了这个卡德罗夫啊，但情况紧急的时候啊，可以拿着这个手谕行事。另外一位口报界的这个一哥啊，梅德韦杰夫啊，也不甘示弱啊，可以说在这个外交界啊，那是长袖善舞。5月7号啊，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会见这个梅德韦杰夫的时候啊，卡内尔啊对梅德韦杰夫说啊，就你天天发的那个社交媒体啊，我是看的啊，太有意思，说的太好了。这个梅德韦杰夫一看，居然还真有人看，梅德韦杰夫显得还不好意思，被人当面表扬啊，说他发的那个自媒体啊很有质量。梅德韦杰夫啊每天发的这个自媒体啊，它的质量跟他的酒量成正比，这个早酒喝的越多啊，发的内容就越嗨，越耸人听闻。古巴的国家主席啊卡内尔说啊，我就喜欢看你怼美国。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